好啊，各位同学大家好。咱今啊是这月课上尾啊一个单元吼，内底内容嘛真多吼。好来，咱这个部分吼，咱要看伊地球顶的岩石。咱开始一个问题吼，岩石甲矿物、岩石跟矿物对无共？差别对。好，叫答吼。如果岩石是一种甲几啊种的矿物组成，简单来讲，矿物组成岩石，伊只比一个咧吼，咱常常看到的，这叫花岗岩。花岗岩伫咧建材内底，咱常看到，伊内底有三种的矿物，假如讲你一粒岩石内底，你有可能一种、两种、三种，搁较侪种，这三种吼，就是咱这个花岗岩主要组成的矿物，当石、石英、甲云母，所以矿物吼，伊是天然形成的，伊是固体啦，定的啦，有规则、元素的排列，甲特定的化组成甲物理性质，这咱伫理化内底学过这种物件叫啥物？有特定的化学组成跟物理性质的这一种东西，我们叫它什么？忘记了。这种东西我们是不是叫纯物质？所以矿物是一种纯物质你现在比2年级上完了，你已经学过原子分子了。纯物质其实要讲什么？怎么定义纯物质？你可以写出化学式的，有固定的化学、固定的化学式，这种东西它就叫做纯物质。安尼我问你，岩石是算啥物？你若矿物是纯物质，安尼原始的算啥？另外一种啥？混合物嘛，对吧？纯物质任意比例组成混合物，所以咱这个岩石就是伊的矿物无共比的密组性。这长石咱刷来详细来介绍咱先知影有这三种物件：长石、石英、云母。好，再来咱介绍这个岩石咱主要三大类的岩石有这三种，灰形岩、冰质岩、甲变质岩。伊是用因生成的原因来区分，用它形成的原因来区分。你看这个名，灰形岩，这个灰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火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灰是，伊是岩浆的意思。所以这个灰形岩伊是岩石去立体形成的，这个冰质岩，咱顶一种讲到冰质侵蚀搬运沉积无，所以伊就是冰质的产物。伊个侵蚀来的物件，你
冰接起来，啊顶悬压力压起来，啊伊本来是悠悠的物件，结果你甲地，这种反应叫做交结固化。你若甲药粉吼，用足大的压力吼，咱其实咱迄药啊，你咧食药啊一粒一粒的，你做出来拢是粉，啊伊是用机器去甲地出来，变做一粒互你好吞，啊无迄药粉吼歹吞，啊但这伊大自然甲你压做冰冰的石头，所以这个冰质氧。好了，我先变质氧吼。变质岩，伊就是原本的岩石经过高温高压、高温高压的作用，结果伊内底矿物的结构去产生变化，就变成变质岩。所以变质岩的前身有可能是灰形岩变成变质岩，有可能是冰质岩变成变质岩。啊，有可能是原本一个变质岩，啊，一个变化一种，好，这有可能，所以变质岩它一定有一个前身，啊，沉积岩的前身就是碎屑，火成岩的前身就是岩浆，变质岩的前身就是另外一种岩石，这样有概念哦。好，来开始介绍这个灰形岩。灰形岩是岩浆冰形的，所以甲火山拢有关系，因为火山会喷岩浆，啊，火山会喷岩浆，啊，咱土瓦内底岩浆喷出来地面，一种是咱甲拄仔讲的花岗岩，伊叫做生成岩，花岗岩的形成伊是无喷出来。但是无分出来，无代表伊袂冷去，伊伫下骹温仔慢慢冷去，吼，形成花岗岩。你若喷出来，有两种情形，你伫咧陆地火山喷出来是拄着空气，你伫咧海底火山喷出来是拄着水，即两种就无共。所以咱有这三种，我甲带来花岗岩，伊无喷出地面，伊伫深的所在慢慢啊冷去，形成这花岗岩。这安山岩喷出来是拄着空气，这玄武岩是海底火山喷出来拄着海水，拄着空气啊，拄着海水有啥物无共？冷却的速度有很不一样。遇到空气跟遇到海水，谁冷的比较快？海水嘛。所以你看迄玄武岩吼，冷得越快，伊内底矿物愈无时间形成个结晶，所以无啥物结晶颗粒，看起来乌乌安尼一。这中间有一较细粒的结晶颗粒，是安怎花岗岩上水？因为伊的结晶颗粒上大粒，伊的结晶颗粒是安怎上大粒？因为伊慢慢啊冷去，伊无喷出来，伊伫涂骹深的所在慢慢啊冷去，所以伊有时间慢慢啊发大粒的结晶出来。所以内底矿物的结晶乃太较大粒，啊，所以看起来花岗岩上水，大家上爱沙花岗岩来做迄个建材吼。你看这三种，所以结晶颗粒大中小，结晶颗粒的大小跟它的冷却速率有关，由慢而快，冷却的越快，结晶颗粒越小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显示这样。好，下日咱看冰质岩，这我刚讲过啊，交解固化形成沉积岩。所以我问你的，沉积岩较冰啊，火成岩较冰？
沉积岩跟火成岩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硬？火成岩比较硬。它以岩浆冷却形成，沉积岩本来已经被磨成屑屑了，对不对？它屑屑再被压，然后压成石头，所以沉积岩的硬度比较差。它通常大部分是很软但不同沉积岩也有不同的。咱为大细了，咱分这三种。内底颗粒上大的粒岩，来砂岩、埋页岩。对啊，刚刚纯正是有颗粒的大细，但是咱无要插伊，咱尽量用大粒中的细来分就好啦。伊有半径对分的它有半径相与分。我有形容过啊，这粒岩像珍珠奶茶，珍珠是咱比较泡，这像绿豆沙牛奶，你看着刷。这像红茶、绿茶，伊的颗粒你已经看过啊，但是事实上伊有颗粒的这由大而小。有一种特别的，伊是用生物遗骸死人骨头啦不是人啦动物嘛是啦，就是安尼，伊的骨头啦、壳啦像迄个鹅啊、牡蛎这种，伊的壳啦，生物的骨头啦所形成的，所以主要的成分是碳酸钙。碳酸钙有什么特质？你理化有学过碳酸钙你要安怎检测？你怎么检测碳酸钙？空气的组成那里加什么？滴什么下去？滴氧生水也起泡泡。因为碳酸钙遇到酸，会产生二氧化碳。会盐酸任何酸下去都会。这石灰岩，你迄个买那个提炼水泥，所以咱迄个以前半屏山乌山平提炼水泥。所以这三种是以颗粒大小，这是伊的形成是用生物遗骸对形成的。来第三位电击岩。沉积岩、火成岩、变质岩这三种，伫土较深的所在，经过高温高压的作用，拢会当形成变质岩。所以咱看几种的变质岩，来，这是上有名的大理岩。来看你涂骹这个大理石大理石，这个变质岩的前身是哪？了后，咱头前在一期校舍尾仔过10几档，咱要去3期，因为你们1年级在3期嘛。你们有没有注意你们1期的地面跟3期的地面有什么不同？你3期地面有没有这么大块？小颗了，对不对？3期的时候我在当总务主任，我跟建筑师说我要跟1期一样的，他说现在没有。采光了，只有小颗的而已。这叫大理石，所以你这唔通用迄个大理石的前身给石灰岩，它一样是碳酸钙，所以你用酸下去，它一样会起泡泡，会腐蚀掉。这种大理石不可以用那个盐酸去洗，花岗岩就没有问题了。如果花岗岩就没有问题。来，这两个板岩跟片岩。这两个的前身都是页岩，都是沉积岩的页岩。一平行板岩跟原住民那个石板屋啦、石板烤肉啦，那一种。然后这个片麻岩，这不用讲，前身就是什么？花岗片麻岩、变质岩的前身就是什么？当然是花岗岩啦。想要变片麻，你知？伊本在矿物的结晶是接近圆形的爱高温高压地落去，从变去，变成一片一片安尼。所以片麻岩有很多种片麻岩，花岗片麻岩只是其中一种。但片麻岩通常都是变质岩，因为它会片麻，就是你被压缩了，被受到挤压，才会形成那个片麻的矿物结构。
所以花岗岩变成花岗片马岩、叶岩变成板岩跟片岩，石灰岩变成大理岩。好，这是咱台湾给大家请来看的三角变质岩。好，来咱讲着矿物，矿物有诶吼，咱这我无理解吼，比如咱印度哈，印度啦吼，不是国家啦吼，印度来，印度是什么意思？谁能告诉我？什么叫印度？你有啥选择啥？钻石的印度其实圣公，天然的东西里面硬度最高的，钻石最硬，代表什么意思？硬度最高代表最硬吗？王工老师，简单啊，顾名思义，坚硬度给坚硬的程度啊。和你来讲，钻石最硬哦。你给按一颗钻石拿来，然后你拿铁锤对着钻石敲下去，你猜是钻石会破掉还是铁锤会破掉？如果你要做这个实验，你钻石给我，告诉你答案，哦。你不要自己乱敲，你说敲破也好啊，一颗变成好多颗。钻石的价值哈，当然越大越有价值，可是不是成正，而是好几倍。所以你一颗给它敲成2颗啊，价值2颗加起来价值等不到1颗的1半，更不要说你敲碎了。那你说怪了，课本把它讲铁的硬度才5、6、7那里，钻石的硬度是10，想要啊讲对，不是铁锤榔头破掉，是钻石破掉，想要安呢？因为我告诉你，硬度不是坚硬的程度，它是表面抗磨损的程度。你袂当用相扣的，你爱安怎？对磨，你爱来对磨过去，铁会被磨掉，钻石比较不会。所以硬度大小检测是抗磨，不是互敲哦。所以硬度这弯腰中应该叫顶度啦吼，但是硬的台语叫做硬啦吼。这跟华语跟台语有一点不一样。华语的硬就代表这个东西顶扣扣，台语的硬，咱讲硬道是指艰困的意思。那个冰哈，来用实话讲。钉鞋的字啊，有里面一点哦，这台语的造字哦，华语没有这个字，所以教讲这应该叫顶度哦。有的你看钻石，红宝石在硬度中管呢，有的硬度比较低的，像玉的硬度又比较低，可是因为玉很漂亮，所以玉嘛很珍贵的，价值很高的一种，好。单纯的石英叫做水晶，水晶我们常常也拿来，你看人家在卖，尤其紫水晶，为什么会有紫水晶？石英照到也是无色的，所以石英形成的纯石英形成的水晶应该也是纯白透明的。但会有黄水晶、紫水晶，黑等于石英来类，它掺杂了一些那个金属离子。尤其是过渡金属，你看它的周期表没有？它中间腰身那一排的金属离子大部分都有颜色，然后你如果矿物里面掺了这一些金属离子，就会有颜色。像红宝石、蓝宝石也是一样，但是钻石是碳组成的，碳在组成那个。你理化学过嘛？碳在组成那个四面体钻石结构的时候，它是不允许任何离子掺在里面的。所以人家跟你说这颗是红钻石、蓝钻石，你
你学过，你要跟他讲说没有这一种钻石，有红宝石、蓝宝石，那是刚玉，那个硬度只有9，纯粹的钻石一定真正的钻石没有颜色的，透明无色的，它会有离子在里面。好，那光铁质的测试可以，这是测试它的性质啊，石英可以用硬度来测试。好，所以这是我刚刚讲的抗磨的能力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边。